Remix 一直以推動跨界合作，促進創意產業升級為目標。喺過去5年，我哋成功引領一場漫長嘅跨界實驗。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係貨架上邊嘅產品，更加係設計師同品牌喺無數對話同埋碰撞中留下嘅創意花火。每件作品可以走到大眾面前，真係非常之唔容易。背後全靠一班專業嘅評審顧問幫我哋挑選最合適嘅設計團隊，佢哋嘅角色同埋意見尤其重要。我覺得 Remix 做得好好，但係一個歷史悠久嘅優質品牌，加埋新嘅設計師有新嘅概念，你呢件事個價值個品牌更加提升。咁亦都提升到品牌同埋設計師嘅一個知名度啦。咁對我哋零售業咧，亦都有一個衝擊，亦都刺激咗我哋一啲新嘅體驗。設計師嚟咁講，佢係好優秀，對呢個產品設計好有經驗嘅。而個品牌嚟講，佢亦都對市場好有經驗嘅。咁所以我哋將佢兩個配合埋一齊，希望咧佢哋能夠揾到啲新嘅產品、新嘅概念出嚟。咁而咧就令到個產品喺市場裏面接受性咧更加提高。我覺得最重要嘅係能夠將設計理念變成實體產品。設計都反映住品牌嘅性格同態度，所以設計對我哋嚟講，不只係一個美學，更加係一種溝通嘅方式。通過設計將品牌故事講俾世界聽。我哋要物色啱嘅設計師同埋啱嘅品牌，就將佢咧remix 再擺埋一齊。我哋都有同摺紙嘅藝術家啦、成結嘅藝術家啦，甚至乎係 fashion designer 啦，我哋都有合作過。嗰啲合作咧，令到我哋嘅產品咧都好多元化㗎。一講到產品設計，喺我哋有一個標準嘅，一個好嘅設計係絕對係賦予感情。往往成功嘅產品咧，唔單止充滿故事，係有感情嘅。其實創意、美學同客人嘅需求都係設計嘅關鍵元素，讓設計師嘅設計走得更前、更遠，亦令香港嘅設計發展更強大、更國際化。所以設計咧對生產咧真係好重要。好多品牌咧都係用開自己 in-house 嘅 designer 啦，咁但係 Remix 個平台重要在於可以認識更加多唔同背景嘅設計師啦，譬如 fashion designer 啦、室內設計啦、architect 啦，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可以更加多嘅合作，而帶動更加多唔同嘅好嘅設計。Remix 咧就為所有嘅參與者咧都創造咗唔同嘅價值，例如好似 designer 咁樣啦，佢哋可以有品牌收益之外咧，仲可以增加曝光嘅機會。令呢個零售業咧，佢個模式咧就多一個選擇，可以幫助香港成為設計中心咧多一股助力。我諗產品設計本身唔係香港獨有嘅專業啦，我哋點樣係可以去 benefit 到我哋嘅香港品牌？最主要就係話點樣係去發現翻我哋呢個地區本身獨有嘅一啲嘅優勢，譬如話我哋嘅文化啦，我哋有我哋嘅中華文化，亦都可以去連接西方啦。咁我哋背靠祖國，亦都有好好嘅一啲嘅產業鏈，係可以將唔同嘅一啲嘅界別嘅專業係可以融入喺我哋嘅產品設計當中，令到我哋嘅產品更加多元化，去衝出我哋嘅國際，迎合唔同嘅客群需要。Remix 成功嘅元素係品牌方同埋設計方雙方目標一致，合作做到創新傳承嘅設計，令產品賦予一個新生命。呢啲唔同嘅產品設計都帶住唔同嘅地方色彩，可以增加獨特性同埋提升競爭力。喺我哋行業入邊咧，最講求咧就係科技呢方面，我就想將我自己嘅經驗啦同埋眼光啦，喺做 Remix 呢個品牌配對方面咧，可以令到嗰啲品牌咧可以揾到啱嘅設計師，令到品牌咧可以提升佢哋嘅價值，幫佢哋行得更遠，發展得更好。一班評審顧問憑藉專業嘅洞察力同埋無私嘅精神，喺關鍵時刻分享佢哋嘅遠見，令到作品嘅發展方向更加清晰。呢個正正就係 Remix 嘅核心精神：交流、共創同埋成長。第4屆 Remix 正值收穫之時，亦都係新里程嘅起點。我哋嘅創意將會超越產品本身，成為驅動產業升級、開創未來可能性嘅核心力量。